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日就係1月25號星期日。今晚呢就提供兩隊英超俾大家參考下。一隊就賓福特對住森林，一隊就阿仙奴對住曼聯。賓福特呢就主場王對住近排比較弱勢嘅森林。今晚我就稍為睇好賓福特件波衫能夠擊敗森林。另外一場阿仙奴對住曼聯。阿仙奴為咗爭冠，而家相差曼城呢就係5分4分嘅啫。呢場贏咗又可以拋離曼城嘅。但係曼聯換咗教練，炒咗教練之後，近呢場呢，上嗰場打得比較好嘅。而家呢就客場正一嘅情況下，我就今晚就鍾意曼聯件波衫。今晚呢就提供呢兩場俾大家參考。祝大家好運。鍾意個頻道呢，就係點讚轉發一下。如果需要精選嘅波衫呢，就留言俾我。今晚就係咁先，聽日再見。祝大家好運。好，拜拜。